事业满满是，人人心肝想趁钱，工业社会大家路平治，目睭白金就成趁钱。我迄祖公啊徛长山，回来台湾烧火炭，马蹄用果烧碗盘，了后家底卖豆干，豆干毋食食豆腐，家己食果煞底，互人请看牛。现在伫底市政府，咧做大官办公室。若要讲起阮外公，出名人伊乱乱撞，撞一个想用半小时，事后家底牵红衣，嘛有咧做布地儿，顺带兼咧做地衣。透早伫咧卖豆米，暗时伫夜市啊卖大米，大鼎规店补水起，做后伫咧饲大猪，饲大猪大汉钱，发达现在伫咧卖汉钱。上摆阮搭阮外妈，伊伫咧城内卖鲜渣，嘛有咧卖米粉卡，嘛有伫咧捅狗家。大囝伊去路补食走路，修理火车面乌乌，了后先做机关户，专门伫咧顾火炉。细汉的电台吃头路，咧讲司机听有牛龙埔，兼地拜神卖香炉，专门伫咧卖年糕。后世上这是阮职工，伫咧内山做番王，大职啊伫咧卖水鸡。二节啊，伫咧捡田螺；三节啊，伫咧做土水；四节啊，会晓看风水；五节啊，伫咧分家规；六节啊，专门咧养肥；七节啊，伫咧顾毛仔布；八节啊，伫咧卖面线糊；九节啊，伫咧卖酸醋。万节啊，欠钱得走路，大哥伫咧卖麻糍，二哥五面拍锁匙，三哥十岁卖地米，四哥掠零分大米，五哥电器卖电视，六哥市场卖咸鱼，七哥初用在做处理，八哥因厝去车螺丝，九哥伫咧卖鸡卷，十哥伫咧卖饼圆，十咧卖卤肉饭，万哥伫咧比高酸。上届有钱是阮阿伯，日时开店赤皮鞋，暗时伫咧掠水鸡，嘛有咧做淡水梨。五婆仔咧卖碗糕粿，因大囝咧酒店分古吹，二囝咧做番仔火，上世出名是七拉溪，世界头路是万百款，安分守己头一层。毋通一山看一山悬，打拼行行出状元。